你知唔知自己嘅價值觀係咩？佢會決定你人生方向，就好似指南針，帶你行每一步。價值觀會影響你嘅將來。中意自由嘅人可能會創業，重視安全嘅人會揀穩定嘅工作。想揾到自己嘅價值觀，不如試下呢3步啦。第一，回想下咩事會令你覺得滿足，係幫人定係自己達成目標？呢啲會透露你嘅核心信念。第二，列出優先次序，家庭、健康、自由，邊樣最重要？排好序，揾出你最在乎嘅嘢。第三，試下行動，做決定時問下自己，呢個同我嘅價值觀啱唔啱㗎？如果覺得唔舒服嘅話，個價值觀可能喺度提醒你。揾到價值觀之後，諗下佢仲啱唔啱你而家嘅人生。如果唔啱，寫日記或者靜下來冥想，聽下自己嘅心聲，調整方向。價值觀係你行動嘅根源。今日開始揾到屬於你嘅指南針，綻放你嘅精彩人生。